这是花花，肉呀，耶稣基督的肢体，肉只下大马瓜比理解嘛我，肉就不有不杀的只拿大喽，古马不多还是妈妈写肚子的比嘛个啦我。我记头今日头日子我吃瓜，做啥呢？都叫喝嘛哩，你妈的你啥子喽？格林爱米这么别个哩，你妈的嘎吃哩子喽？提皮头我头是吃瓜，那我家什么阿子我啥的哩就个，阿六贝呢？那我的家过喽。菲律宾头里头就吃瓜比是吃瓜吃，阿是瓜米大家说。我看买比，和爹妈比，什么嘛哩？那我爹妈，我啥的是例子？我哩是家子嘛，我大伯提是，我爹妈，我啥也是里嘛呀？即使也是那个，那我你买比，那我都家嘛的，大家路家我。马蹄头छो头啥子瓜，那我呢？我啥怪比？一直想嘛的，和提花，我哩呀，去面嘛阿子。那我的个啦我，希伯来头是啥头出自瓜，过里呢罗呀你屋里是怕那，我的一家说俺呢我嘛就，出这里我的阿里一巴拉西比贝巴拉咯，木瓜头你只出头出自瓜，是里比的是我呀无啥俺嘛是的，就是不过路怪米，我呢皮都就是我，木过都怪米。我呢，啥都就是我，夜里面头日子过去，吃的吃瓜，那我不都在洗手呢，我俺呢，那我阿里漂亮呢嘛，我是喽，那我的家嘛，阿里一个呢嘛，是里嘛个是，阿里乌拉木拉子呢嘛比，那我了的阿是俺嘛，我是喽，那可如啥子的呀？可啥么？比如呀嘛些投资瓜比，还是话如的伊嘞，而且是花花。